早晨，今日想同大家講下 Boost 嘅回收計劃。呢個計劃係可以俾你回收一啲你用完嘅美容同埋健康產品嘅容器，咁仲有返5磅嘅積分俾返你。嚟到英國，唔少人都想慳得就慳，而家仲可以搞下環保，聽落好似幾正喎。事不宜遲，我會同大家講下點做，亦都會分享下裏面有咩挑剔嘅地方，俾你自己睇下值唔值得試。參加方法開頭會覺得有少少複雜，但用落其實都算簡單。咁我相信有喺 Boost 買嘢嘅人都會有佢嗰張 Advantage Card 用嚟儲分，但如果冇嘅話，就要申請返一張先，咁係免費嘅。跟住就要 download 一個叫 Recycle at Boost 嘅 app，sign up 同埋 link 返你嘅 Boost Advantage Card。之後就喺 app 度，佢有一個影相功能，用嚟提交你想回收嘅嘢，再等佢 approve。批咗之後，你就可以拎去 Boost 嘅回收箱 drop off。咁好多分店都有回收箱，check 下附近邊間有就得啦。咁去到回收箱會有一個 QR code， 你開返個 app scan 個 QR code， 再揀返你要回收嗰5樣物品，再撳確認。過一陣佢就會俾嗰個 reward barcode 你。回收嘅範圍主要都係美容同埋健康產品，好似牙膏、牙刷、護膚品嗰啲容器、化妝品、旅行裝嘅容器，甚至藥物同埋維他命嘅包裝都包括喺裏面。詳情就睇返佢個網頁。呢啲喺屋企唔太容易回收嘅嘢，Boost 就幫你搞掂。不過如果你拎啲玻璃樽啊或者紙盒去咁佢唔收嘅，因為呢啲喺屋企已經可以回收啦。講到獎勵，回收5件美容或者健康產品，再喺 Boost 購物滿10磅，咁就有500個 Advantage Card Points， 咁圍返就係5磅。如果回收5個藥物包裝，買滿5磅就有100 points 啦，咁即係圍返係1磅。不過要留意呢個 reward 係要3日之內去 claim 嘅。換言之，即係你要3日內喺 Boost 買夠10磅，咁啲分先會入落嚟張 Advantage Card， 過咗期就冇。所以拎咗 coupon 順手去買嘢，費事唔記得啦。又或者好似我會準備去買嘢，咁先走去 recycle 嘅。除咗有 reward，呢一個計劃對環境都有幫助。回收嘅嘢會用嚟整下遊樂場設施或者家私。自2020年起，Boost 已經回收咗超過700萬件嘢。諗下，如果你嘅牙膏、牙刷可能會變成小朋友玩嘅滑梯，都幾有意義。不過當然啦，唔係話你回收1-2件就救到個地球，但至少都係一個小小嘅起步。咁又分享下我個人用咗幾次呢個 Boost Recycle 嘅經驗，得出覺得佢做得好同埋可以挑剔嘅地方。講咗好嗰部分先啦，除咗最大嘅好處一定係有呢個 coupon 之外，同埋可以做下環保。佢都冇限定你幾時要拎去 recycle 嘅，咁變相可以有嘢喺 Boost 買嘅時候先拎去 recycle。同埋回收嘅地點都算多，係方便嘅。而值得挑剔嘅地方就係有幾個嘅。我試過有次等 approval 係要等咗2-3日，耐過佢網頁講嘅時間。但亦都有試過係秒速 approve 嘅，同埋亦都試過有一啲產品唔知點解無端端被 reject， 但係再一次申請又成功。另外佢個 app 嘅指示其實唔係咁 user friendly， 有啲位唔係咁清晰。好似第一次我去 recycle 嘅時候，個 app 指示叫我去揀 recycle 嘅產品，咁我以為係逐件 submit 啦，於是就因為淨係揀咗1件就撳咗 submit， 而唔符合佢要 recycle 5件嘅條件，於是搞到第一次用就拎唔到個 coupon， 都有少少勞氣。同埋個 recycle 位係冇辦法肯定嗰啲人真係有將嗰個物品係
放入嗰個 recycle 箱裡面㗎，所以咧都係講個信字嘅啫。至於個 coupon 咧，亦都有佢可以挑剔嘅位，就係咧你買夠10磅嘅時候係唔可以即時用佢嗰500分。呢一個咧就要歸咎翻 Boost 買嘢扣 Advantage Card Points 嘅限制，就係要有足夠嘅分去扣減你全部購買嘅價錢先得，即係你唔可以咧只係扣部分嘅價錢。所以要成功用到嗰500分嘅心得，就係首先買夠10磅嘅嘢 ，check out 嘅時候記得 scan 個 reward barcode。之後再睇下你個戶口有幾多分，假如你就淨係得500分嘅話，就揀5磅或者樓下嘅產品去用咗呢500分。最後個 recycle program 都有一啲限制，例如一日唔可以回收多過1次，同埋1個月最多係會發放8個 reward 俾你。最後對於 Boost Recycle 嘅總結，我覺得可以試下，唔使抱太高嘅期望。但如果順手做下，需要嘅時候拎下 coupon， 又有心幫下地球，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今次講到呢度，拜拜。如果你鍾意我嘅影片，記得 like、comment 同埋 subscribe，支持我一波。